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这特别日子，伫这青年主日，足欢喜，搁看到大家会当做伙伫遮组织。咱即摆用这首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咱会当组织伫遮，组织伫咧永和大家庭。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是的，听互咱组织伫遮，所以即摆请起立来互相请安。咱即摆搁来唱一摆，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咱大家开嘴大声唱，咱大家开嘴大声唱。互主的听对咱开始，咱家手牵手，互全世界拢知，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听互咱组织做聚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好，感谢车坐。听互咱组织伫遮，天白云顶满满，伊日日咧引带，无论风影平静，伊拢陪伴伫咱的身躯边。无论伫工课顶面，还是伫学业顶面，还是伫困难，还是讲伫顺境逆境，伊拢陪伴咱。但是阮爱日日的记得，就是天白云顶真正大，伊逐工拢会陪伴咱伫咱的身躯边。咱即摆搁来唱这首《天白云顶真正大》。大，日日的伊带，无论风雨也变水，伊拢在作伴。咱着算笑伊的温，一定永有存。好在人间咱变真欢喜，欢乐变。你着靠因带，你着靠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落开声一声，互天地拢总相共欢喜。天白稳定真正大，天白稳定真正大。日日的引带，无论风雨也变水，伊拢在作伴。咱着算笑伊的温，日日永有存。好在人间咱变真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着甲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
地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因此，好天地拢总相共，伊着靠因带。伊着甲因带，互人阮的路无煞，开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落，为啥因此，好天地拢总相共欢喜。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听你唱，予我伫着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因带我行这人生路。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愿山也山坡，拢是你的保护。万人中途途，你听我临把我，永远不变的引阮，这一生。保守，一步搁一步，这是毋茫的路，你听你唱，因带我行这人生路。自细汉，阮会当伫教会大汉，会当伫教会成长。会当对教会来做伙学习，对主理的到青年团体、青年团体、少年团体，后来阁会当出社会，阮拢会伫遮做伙大汉，做伙来学习伫主内的基督的疼、基督的爱。伫疼内面，阮会当自己伫遮有天父大大的稳定，阮会当伫即个稳定的路。一步一步来行，伊的稳定，互我会当继续来勇往，继续来跑走，交做基督的精兵，交做永好教会的继续。阮即马会当期待甲毋茫，阮即阵少年团体，咱即阵少年团体会当豆豆大汉，交做上帝的囝儿，上帝的老婆。感谢主，即马咱用。华语来唱这首《稳定的路，恩典之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领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
牵引我走这人生路。请起立。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显明伊的荣光。全地会敬拜你，吟诗学乐你，会吟诗学乐你的名。请阮犹原徛伫坐念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耶沙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祈祷，请青年团契会长洪阳凯。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万军的天父，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主你所定圣的日子，互阮照着你独生圣囝来得到活命，恳求你，互阮身心灵即马拢会全心敬拜你、服侍你，互阮伫你的圣会中，成做尽忠的圣徒。阮为着逐人逐日领受无共款的恩典，献上感谢。感谢你赐互阮即块美丽的土地，互阮伫即个土地顶安然徛起，求你互阮知万事着爱充满感谢，也求你伫阮拄着困境甲不安时，提起阮爱笑念你的恩典，因为阮知对你来的阻碍毋捌停过，伫阮还未求进前，你已经为阮准备恩典。今仔日是中华青年部所定的纪念主日，感谢你对永福教会青年的勇气照顾，赐予阮有一粒听你的心，尊你最大。求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生命中，用你的光带阮行正的道路，将今仔日的敬拜献上。愿上帝的话语进入阮的心中，照时结果子。愿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坐。顶礼拜一到拜五是咱永福教会的儿童夏令营，即马有3分钟的影片来甲大家分享活动的内容。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
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却拥有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真欢喜看到遮侪细囝来参加夏令营，嘛感谢遮个老师的辛苦。愿上帝当继续看顾遮个细囝，互因伫活动内底所学习到的物件，伫因成长的过程中，会当成做因的帮助。这时，圣经请少年团契副会长庄维凯。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无伫听即世间以及世间的物，人若听即世间，就病疼无踮伫伊。因为囝若伫世间的肉体的私欲、甲目睭的私欲、甲人生的骄傲，毋是对爸，是对世间。搁世间甲伊的私欲伫过去，独独行上帝的旨意的永远之地。启示录第1章第8节，主上帝讲：我是阿利法，阁是俄米伽，现在之地，早之地，将来之地的，是全能的。这时，咱做伙坐念即礼拜的经句，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大意，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华语我们一起读一遍：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俄勒，圣歌对所要俄勒的事，主微细声音。圣歌对俄勒结束，请学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改变中的改变。
所敬听的王牧师娘萧团队，以及咱永福教会正中级甲在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我有机会通伫这个所在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这也是我对细汉到大汉60年来，佮做牧师33年来第一摆来永福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会来伫这个所在做伙敬拜，实在是有一个原因，就是伫总会时，这个王进财牧师伊甲我讲，伊爱出外，伫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就爱有几位牧师来支援这个讲道，所以伫总会时，伊就甲我敲这个时间，我就敲今仔日，今仔日甲咱做伙来伫遮来敬拜。当然会通来，就是我已经结束伫高雄德兴教会21档的牧会，去到伫玉山新人院服务，所以我礼拜日有这个时间会通到伫咱永福教会来甲咱做伙敬拜。这个原因就是安尼来。佮来，今仔日是青年主日，所以时间有限，所以我要甲这个信息伫遮来缩短。总是王牧师真好伊为着这个时间缩短，所以较等下礼拜煞了，我有缘会用一个题目要甲咱做伙来思考。所以礼拜煞了，还佫有30分钟久，咱大合会好势，嘛欢迎咱会通留落来。我今仔日要甲咱做伙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改变中的不变。会用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我伫去年所出版的一本册是不变 vs 改变，我就用这内面所有的这个信仰体验，伫遮所写的一部分，伫遮诚做信息来甲咱做分享。当然，咱今仔日的主题经节就是咱今仔日咱的青年所读包括一个金句，这是拢咱今仔日这个信息内面所要探讨所要伫这所在来相甲分享的。咱拢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仔日已经70几冬。这70几冬来，科技甲医学的进步，甲人工智能的这个人讲跳跃，以及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经济成长，差不多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历史的总合。有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即马，科学是真发达。保罗定定咧讲。包括摩西伫诗篇嘛咧讲，人一生的年日70，勇壮通到80，总是徛伫今仔日科技真发达，这个一定要提高人的年日应该是80，那勇壮通到100，敢毋是？我已经60岁，我囡仔时代看60岁是老酷酷的，但是我即摆家己照镜看，那像我伫囡仔时代伫看30、40岁，这个就是安怎食好做勤考。所以伫即个情景下面，会当互咱知影，医学发达，遮个物件包括足济的遮个你爱劳碌的工作，差不多机械拢甲你处理。包括 AI 人工的智慧，即摆咱摕手机，你会当就看到全世界。过来，你伫外口要到伫厝内，天气真热，你用手机就当控制操纵你厝内面的冷气，提早凉。过来是大人伫厝，囡仔伫厝袂放心，伫手机拢有咱看到厝，这叫做 AI， 有无？足济遮个进步实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合。过去咱对伫遮个机台，毋茫讲生活会通方便，会通来延长生命，毋茫安尼来得到满足。我想逐个人拢有即个期待甲毋茫嘛。我囡仔时代嘛，总毋茫讲阮兜有电视，50年前阮兜无电视，50年前才有电视通看。无嘛，60年前无嘛，嘛无冰箱，所以我毋茫的就是阮兜有电视。但是迄个时阵，阮规砖头敢若一台电视，药房头家，因为伊咧卖后路肥钓的20寸的乌白，逐摆咧做电视，四眼门总囝人都300几个人咧看。即摆咱若问家己，咱兜敢是一个家庭至少2台、3台甚至4台电视？所以伫即个变化的中间，咱感觉会讲物质的满足，咱感觉生活较好。有啦。物质较好啦，但是精神敢有较好，心灵敢有较平安，也是讲心灵敢有满足。当然这是否定的。咱拢知影，人会对着年龄、甲你的身份、地位、处境、利益等等这因素，会互你的心态、甲思想、甲价值观对着改变。但是无论内外在安怎改变，咱拢知影，这一切拢会变，总是干那一项袂变，就是上帝袂变。若是仰望迄个袂变的上帝，即个束缚，
即个带领即个英雄，但我都通持守。啊，若无，就会像以色列百姓共款，伫安稳的时，自我为是离开上帝，照家己的路去行，佮敬拜偶像，安尼来付出真严重的即个代价。即历史上咱拢知影，这是我的册内面誓言，我就写即句，互咱做伙伫遮来想来思考。第一点，变是毋是变？你会对你改变？我会记得30年前，就是1989年，我有机会到伫英国伫遐读册。伫英国读册时，我伫迄个中间开眼界，知影讲世界有偌大。因为我的宿舍倒手边，这是我住的宿舍，正手边是即个教室。伫遐甲43个人拢住伫即个宿舍。伫即43个人的中间，我去了解上帝完全的创造甲家己的即个美色。伫遮读册时，我捌到即个美牧师。我捌伊，就是我摕册落伫涂骹，因为伊伫图书馆做研究员。伊行来，我久咧摕册，伊行来甲我讲：你台湾人日本人？我行一条，我讲即个白人他会晓讲台湾话，讲甲遐尔水。我讲我台湾人，伊随时应一句讲我嘛台湾人安尼。后来伊就甲我讲，我就是伫1972年，因为政治因素，互人赶转来伫英国的美牧师，较早台南市人副院长。我讲我听起你的名，我久仰大名。总是我第一摆甲你见面，伊讲当然1972年你嘛也真少年嘛，所以伊就招我伫遐来开讲，我甲伊伫遐就真欢喜，伫遐诚做好的朋友。了后伊有甲我分享，伊讲伊1952年第一摆来台湾，伊就高雄讲1952年是民国41年，伊讲伊来台湾的第一个印象是水牛佮脚踏车，高雄港拢种水牛，人的交通工具是脚踏车。总是我1972年，我到伫台湾20冬啦。1972年，我就互人赶转来伫即个英国，我就袂当搁去台湾，因为迄个时阵咱长老会发表真侪声明，伊是专门是用英文伫甲国际联络的一个牧师，所以政府知影就叫伊转去袂使搁来，所以有足大的期待，望讲伊会当搁来台湾，所以又甲我讲足侪伊的心境，总是真感谢上帝。1995年，伊离开台湾了后，第一摆转来台湾。第一摆转来台湾了后，伊非常的欢喜，我就甲伊问啦，我就甲伊请教。美牧师，你来，你41年，民国41年，1952年你来台湾，讲水牛脚踏车。你即摆来台湾，你有啥物感想？伊讲毋是水牛脚踏车，大楼佮汽车安尼啦，拢是大楼，佮是汽车。伊讲实在是变化太大，无几冬嘛。过来，伊甲我讲吼，恁台湾人比西洋人搁较西洋化，搁恁台湾人袂晓讲恁家己的台湾话，拢要讲英文，拢要讲华语，互伊足无度通去理解安尼。伊讲大几冬来定变遮尔济啦。虽然伊几年前已经过身，伫3年前我搁有机会去英国的时，我就去到伊的墓，伫迄个所在去缅怀啦。因为我伫英国的时嘛，互伊有真济帮忙，包括语言，包括学习。侪的文化适应等等，我相信若有机会，伊即马搁来，伊即马若有机会搁来，因为已经过身去。伊若有搁来，我相信伊对台湾遮整个的改变，伊的心情会搁无共款。伫咱台湾最近即几年的改变是安尼，市场经济的无限的上攻，人的心无法度通去停止的即个欲望。这毋是干那全台湾，资本主义全世界国家拢差不多。我甲咱讲，咱的手机无几个月就一台，有无？电脑无几个月就一台，车即个车型无偌久就搁甲你出一个新型，逐个人都要爱新的，逐个人都要爱好的。即款市场经济无限上攻，人的心是欲望是无法度通停止。这是伫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拢是安尼，这是得改变的。所以我线接美牧师伊的感受，伫遮甲咱分享。过来第二点就是科技的进步引发精神合约，产生足侪并发症。咱敢知影即摆少年人若无手机活袂落去呢？有无？无手机，伊真正感觉活伫世间无意义呢？因为我拄好伫高雄牧会时，拄好伫高雄医学院有担任教学的工作，佮有担任即个审查遮医生的即升等甲研究工作。我就看过前2件，就是遮精神科医生专门咧研究面对
即个山西特别手机，也是讲网络即款的成员，无都通去面对的即款的研究，免怎用医学来研究？我甲写一个评语：医学有限啦，一定要有宗教信仰，敢毋是？即是安尼，即互咱来思考。所以我即摆咧大学咧教册教真艰苦心，因为差不多90%的人拢咧撸手机，根本无咧听我讲。哦，这是精神耗弱。你若手机拢甲收起，3个月莫互伊用，伊差不多活袂落。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敢毋是？哦，过来性解放主义带来家庭以及社会严重的崩解。这个意思毋是咧讲同志婚姻这个代志，性解放主义。就是会当去真对性真懒散、真凊彩，即款的代志实在是真，人讲真食力啦。吼啊，即款的情形就会互价值观混淆、伦理混淆、性别不分，就多元成家变做你囝、阮囝、拍咱囝。吼，即款的情景实在是非常的即个严重，吼，非常非常严重。搁一个类宗教的问题，破坏宗教信仰的精神甲价值。足侪人即摆是造神主义，包括政治人物，包括伊小可伫宗教上有小可有名声，伊就是会当来赞叹师父，会当来甲伊跪拜。我毋相信伊袂死，伊嘛是会死。死的情形就是袂爽快，逐项拢共款。所以伫这中间会当互人来思考，伫这个改变的中间，咱是毋是有缘对伫遮的代志有缘受改变？甚至遮的少年人，还是讲遮有青年人？是毋是你会互即个科技带来的即个精神耗弱会安尼无？你若3礼拜、3个月你无用手机，你毋知活会落去无？安尼啦吼。当然用手机查经真好，灵修真好。当时若用手机伫遐浪费生命，是足无彩吼。所以伫这中间会当互咱知影，保罗彼得伊写批的时，伊一个足深的体会，伊讲万美的结局近啦。所以，就谨慎自守、谨慎祈祷，上重要的就是在彼此相听，因为听会当遮砍真侪罪恶。伫现代社会中间，即马干那要选一个总统，互相骂来骂去，攻击来攻击去，即款的情景已经是甲所有咱的价值观，包括所有的社会特殊，拢已经混乱。即款的实在是真吃力的即个代志。所以，即个彼得伊阁继续伫遮来讲。爱遵守警醒，因为恁会对敌魔鬼那好势，变行天地，通超找会通吞食的人。所以伫即个情景下面，会当互咱来去思考。保罗彼得伊伫遐讲的万美的结局近啦。即个现象是安那？即个现象伫咱台湾，敢若用即马要选总统，即都拢发生啊，有啊？迄个时阵人敢若顾家己，贪爱自财自夸放毒。违背父母蒙恩，背义心无圣洁，无亲情，爱讲闲话话，无自欲，性情残暴，无爱良善，袂主袂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无？爱宴乐，无爱上帝，有敬虔的外貌，却背敬虔的实意，即款人你就离开伊。所以伫这中间，即个现象嘛，拢伫台湾一直伫遮来产生。所以，遮会当互咱知影，世间的变化是真紧，每一个变化拢会牵动人的心，互人伫随波逐流中间，袂记上帝的存在，一味追求自我实现甲快乐，就将上帝话甲挡伫后面，敢是安尼？你若看即摆政治人物，也是遮的资本主义家，也是遮的真济即个生理人，是毋是用即款的态度去咧面对即个社会？甲即个生命，咱知影人人之初性本善啦吼，咱毋免甲讲遮个儒家安怎讲，还是道家安怎讲，还是讲性本恶吼，拢毋免安尼讲。咱用所罗门做例就好，伊在位40年，开始的时是有够好的，上帝嘛用伊有够好，含外国的女王都真欣赏伊来甲进贡。咱拢知影，开始的是真好，但是。人若有落到权力了后，就腐败，有无？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嘛。这是英国的一个即个 Acton 伊所讲的一句话嘛。绝对的权力就绝对腐败，了后袂记上帝，敢若会记伊。所以伫即个中间，到尾伊落场足歹嘛。包括伊的囝，伊死了后，交伊的囝，伊的囝嘛，甲一个国家母甲变两个嘛。所以落场足歹。
后来嘛沉迷伫遮的嫔妃，所以有古约学家讲所罗门有799个即个有700个即个嫔妃，所以有古约神学家咧讲算笑，所罗门有够厉害，700个丈夫伊毋知要安怎去应付因为700个嫔妃嘛当然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讲法，伊无好头无好尾，留了足歹的即个历史的恶名，足可惜所以伫即个情景下面，有让人知影变了后，是毋是人会对咧改变？其实人会改变，即个阿摩斯先知伊有提醒，主耶和华讲，日子要到，伊要命令饥荒伫土地，人腰毋是无饼，喙焦毋是无水，是因为无听叹上帝话。这咱拢知影，所以若用上帝话做准，照即个准则来行，特别因为变，咱的心对咧改变。我拢真爱用即个例，嘛真侪人拢会用即个例嘛。美金有美金，咱有美金的人，甲摕起来看，伊有一句英文字嘛 ，In God we trust， In God we trust， 阮信靠上帝。即个钱就是要甲印伫遐，有伊相当的意思，是讲无论安怎啥物款的情景，即个就是爱信靠上帝。总是美国美金囥伫遐，囥是囥啦，但是人想的，人所做的是甲这是两回事啦。所以咱来思考即个代志。那最后一点，咱要来做伙来想，变犹原不变，变犹原不变咱知影人会变，亲情嘛会变呢，学历嘛会变，学历有无？环境拢会变，差不多拢会变。但上帝永远袂变，这咱拢足清楚我看我少年的时的相片我看哇，加足少年。我即摆拢定咧想讲，我若去25岁，毋知要偌好。所以咱的圣文执事足少年，我甲伊做伙坐伫遐。我讲圣文执事，你足少年的，你比我的查某囝佫较少岁。我讲你少年的本钱有够好，所以我足欣赏你少年。我30-40年前的相片，我甲摕起看，有影我足欣赏过去。所以我外表我嘛会变啦，有人拢会变嘛，会变嘛。但是外表变无重要，无要紧，迄是自然的。要紧心有变无。即个启示录1章8节足清楚讲，主上帝讲，我是阿利法，我是俄米伽，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所以主是袂变的。伫即个袂变的时，要安怎来思考即个袂变，掠条一个准则啦。就约翰1书2章15、19、17节所讲的。毋通听世间甲世间的事，人若听世间听白心，就无伫伊内面。因为既然世间的事，就是亲像肉体的情欲、目睭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拢毋是对白来，是对世界来。即个世界甲伊的情欲拢会过去，独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伫地。所以，较早礼拜煞了后，有一个信息，我会针对一句经文，针对我3年前去剑桥去做访问学者。伫遐所看到一个经，我会用即个来甲咱做勉励，嘛鼓励咱遮青年人要安怎来传福音。所以伫即中间要安怎去持守真理，无对着异端，无世俗化，行为正直，无行不义，听主听人，无受分，无空嘴保子。这是一个约翰1书的作者甲咱讲的一个提醒。有影做现在基督徒伫遮尔大的变化的中间，咱需要用基督的心做心，用不变的信仰，才有法度去面对多变的社会，安尼才有法度刣赢战胜这个世俗化的这个挑战。我伫遮来做结论，来结束咱今仔日的这个信息。所以万物的结局近啊，所以就谨慎自守，警醒祈祷。这个结论我就用这个咱今仔金句，基督的心做心啦，这是一个准则。有当时咱拢会受到足侪影响，也是讲受到处境、环境，也是讲受到刺激，咱拢会偏离。即个用基督的心做心，咱会偏离，因为咱是人，是人性，咱有迄个软弱，咱对罪是无免疫。毋过拄着遮的时，若会当去超倒转来，安尼即个准则，这是无问题的。这但有法度，当你改变中的不变，来坚持即个不变。所以我用一个例来做咱今仔日的即个结束。孙越伊有写一本册叫做《孙越话家常》我甲伊捌做伙同工过，就是伫高雄有一个忧郁症一个演习会我拄是甲
教会代表，因为有足侪宗教代表，也有即个艺人，也有卫生署，当时卫生署，佮有遮个精神科的即个医生，足侪伫高雄市政府伫遐来办即个演习会，我就代表长老教会，代表基督教，我写一篇论文，几啊万字，所以我就甲孙悦伫遐有真好的交陪甲沟通。伊即本册内面有写着一个，伊讲啥物叫做用基督的心做心的意义啦？伊内面有写到讲有一个人徛倒摆红灯就甲右转，真拄好边仔遐咪一个交通警察，甲分鼻仔分落来，落来你右转，你爱甲你开单，你红灯右转袂使。我即个人来讲卖啦，莫甲我开单。即个警察讲好，安尼好，我莫甲你开单。你乌倒摆牵的倒转去遐，等甲青灯你等个乌倒摆牵来，来甲我领即个驾驶执照甲行车，安尼。即个人讲你来遐好，伊讲我要互你记的，你若心内有交通规则，你拢毋免惊我有米伫遮无米伫遮，我来甲你发，你以后会看我有伫遮无，若无你有缘照常过来。侥幸的心态，这是人性。所以孙悦伊咧讲基督的心做心到底是啥物？伊用即个去做咧，非常的好。所以改变中的不变，我用即个短短的信息，甲咱做伙分享。咱遮有无共款的年龄层，毋茫通过即个，我嘛家己咧学习即个，伫改变中，遮尔济变化中间，咱是毋是有对着变化？愿上帝话真做咱的帮助，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所在，因为共一个信仰，共一个救主，佮共伫永福教会聚会即款的缘故，互阮通成做一家，嘛通做伙伫遮组织。这是一个水的记号，这毋是偶然，有上帝你特别美好的旨意。阮感谢主，互永福教会伫遮徛起久久，嘛来做即个社区的即个光灯，嘛互阮伫即个八卦山骹，犹原有用基督即款的光伫即个所在来。照光伫即个中华的地区，愿上帝互阮伫时代变化的中间，阮犹原拢会对着遮个外在环境，甚至阮家己对着遮个外在社会时代物质的变化来影响着阮的心情，难免会对着这去改变。毋过，阮徛条一项，就是主你本身是不变，你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也因为安尼。保罗大甲腓立比教会讲，人的确爱用基督的心做心，正无法度伫改变的中间受到改变。但伫改变的中间，用信仰去不变来面对即个永远永恒的即上帝。愿上帝有真做阮的帮助，互阮有一个新的思考，互阮有一个新的未来，嘛有一个新甲上帝你重新立约的一个约定。阮将今仔日的信息。恭敬仰望，献伫你面前，愿主你欢喜感纳，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有牧师，咱生活一直在改变，但毋管安怎，咱心爱掠条对上帝者不变的爱。伫7月1号到7月7号。咱青少年团契有到伫仁爱教会迄个所在来做地宣，即马请地宣队的廖兆宇同学做见证分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即届参加地宣的廖兆宇。我原本有足侪教会以外的代志爱无用。但我将地宣的事工放伫祈祷当中，恳求上帝，互我有一点仔的时间去参加，就算是半工嘛好。感谢主听我的祈祷，互我足足有一礼拜的时间，会当全心全意投入这项事工。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这只是一个夏令营，足紧就过去啊。逐工就会当转去厝的。困到日头晒尻川，但是上帝提醒我，袂当有即种的想法。伊讲，我差派恁来是要亚福音的种子，袂当有即种贫惰的心。感谢主，透过圣神提醒我，当传福音的时，爱用心，爱用正确的态度。感谢主，伫即一个礼拜的看顾，互永福甲仁爱。
的底选队员有好的体力来服侍，也互阮伫传福音的路上勇敢，无惊吓。当阮底选队要结束的时，有足侪小朋友咧讲：“老师，我拜一阁要来哦。”但是老师只好忍疼，甲因讲：“阮今日就要转去啊，后一个礼拜无啊。”看着因失望的眼神，我嘛家己真艰苦的。但我相信，阮的离开只是暂时的，带互因上帝福音才是真正的重点。感谢主，互阮顺利甲即份福音传到伫仁爱教会的小朋友心中，互因每一个人知影，有上帝天父咧看顾因。马太福音19章26节，上帝讲：“伫人袂当的，伫上帝凡事拢会当的。”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感谢上帝，互咱永福教会遮尔侪青年遮尔敖讲台湾话，搁来因有即个传福音的心，即是伫遐遵守耶稣基督要上天的进程所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来招万百姓来做我的正做我的学生，搁甲因行洗礼。所以这是一个具体一个行动甲一个表现。所以除了甲咱永福教会讲恭喜以外，嘛借着即个王牧师有交代，我用即几句来做即个鼓励。王牧师定爱讲一句话 ：Go Go Go Go， 加油吼，加油吼，多谢。现时，请青少年团契所要献的是，我伫遮找我。
即时第选报告，请总召邱怡萍姊妹。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阮平安顺利去到仁爱教会做一礼拜的福音事工。感谢主，迄礼拜的天气无到真炎热，互阮有够夜的体力来陪伴遐个囡仔。一礼拜的时间，阮透早安排课业辅导，陪因看册、画图、写功课。半年的时间真正过了足紧的，感觉才伫咧筹备，守一下，阮就完成主爱阮所做的工。感谢主的带领甲保守，感谢兄弟姊妹的关心甲带导，无恁的陪伴甲鼓励，就无今仔日的第选队。即届，阮有将阮的感动印做一本心得本，要甲大家分享阮的成长，甲伫信仰顶面的想法。刷落来，阮有5分钟的影片，要甲大家分享第选队这半年来所做的工。边隐蔽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隐蔽我，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美好应许成真，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真欢喜看到咱的青年会当去到仁爱教会的所在，甲因做伙短宣带遐个细囝，也将耶稣基督的疼带去因的生活当中，甲因相甲做伴。即时短宣队要来献诗，因所要献的是欢喜唱歌，学乐无煞。
即时青年部报告，请青年团契会长洪阳凯。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7月第一主日是中华中会青年部所定的纪念主日啊，因为配合阮的教会底选，所以调整伫即礼拜由我来代替青年部来甲大家报告请安。青年部的部员，青年部的部员是，好 ，OK。青年部的部员是对大间教会有献献礼的会长中选出，总共有11位的部员。阮的定期主办活动、开会，提供教会青年有交流的机会。我来报告顶半年的活动。顶半年活动，阮有同心营 TKC 的70周年感恩礼拜，有一寡相片，大家使看一下。煞尾来，阮阁有要主办，后半年度有主办青年营，阁有诗歌分享见证会。这是咱大家会使，我有一个活动的影片，旧年度的活动影片，要来互大家做伙欣赏。那传统一点就是要教育公民像比如说去采集啊，或者办章啊，或者在圣诞节的时候去外面的那个就是圣诞的街头舞蹈，就是有这样福音的行动，那最后我还要下锅了。当我们的生命能够，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头，而不是进入青年的时代，进入工作的时代，只有世界在前头，十字架在背后。
今仔日的青年，明仔载的教会，中中青年部嘛会继续推动各项事工来培养教会的青年。那么，请兄弟姊妹继续关心中中青年部，阮需要恁的支持、代祷、甲奉献，愿上帝手术满满恩典，伫各位伫永福教会，感谢大家。即时来入圣诗第222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做将来毋忘，互阮闪避大雁风台，永定安稳所在。请大家起立因转手。请坐，即时咱来奉献。请大家起立。
请坐。下面来介绍甲报告，先来介绍新朋友。今日敢有第一摆来到教会的，敢会当请你徛起来。来，咱拍谱啊，欢迎伊，欢迎。消息报告：本主日真欢喜邀请到吴忠明牧师来讲道。等一下闭会了后，第3楼吴牧师有一个短讲，欢迎各位兄姐当留步来听。其他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兄姐家己来看。这时来吟圣诗第398首。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稳定慈悲，天父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大家起立，因转手，因诗线请牧师教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实的相通，甲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甲中华中会青年部的事工三甲弟弟，以及所有永福教会伫真济福音计划的事工，以及这些事件啊，甲将来接续的追踪以及福音的工作，也拢三甲弟弟，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岛闭会。等下你边伫台下看嘛，好，我帮你。来，谢谢。
隆中。兄弟平安，咱即马可能有的人需要上厕所、洗手间吼，即马进去5分钟了，咱就开始吼。要上厕所的。叫洗手间。另外嘛会当坐来较中吼，较中才看到 PowerPoint， 吼，即迄个咱的 PPT 才看会到。无说你要徛面顶还是要顶 ？OK， 好。好，好，好。好咱若需要上洗手间咧，也是需要小紧张的人，咱就小可搁紧张一下，不要紧吼。咱今日真欢喜，伫乌无斯会当对远远的所在来到咱遮，甲咱主持礼拜。咱来，我小介绍乌无斯啦吼。虽然咱的周保有，乌无斯是现任台南新航医董事会的董事长，吼也是玉山新航医的教授，吼伊也是前高雄德兴德兴教会的主任牧师。咱对早起牧师一个开始甲咱讲道，吼，伊有讲到改变中的不变，也是讲不变中的改变，也是讲咱对迄个变甲不变的关系咧看即个问题。互咱有对信仰有真侪的提醒。但是咱有当时会讲到上帝是不变的上帝。即句话是毋是有伊的定义甲范围？上帝到影真正是不变。上帝的不变到底包含是甚物意思？是甚物范围？因为咱咧看旧约的圣经，上帝常常咧后悔呢。上帝的后悔就代表上帝的改变啊！即个改变甲不变，咱要安怎来看？接续牧师真精彩吼，甲咱用一个题目享有，迄个享受咱所拥有的，也是咱想要有的。咱即时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何牧师。多谢咱的医生真好的即个回应啦吼。我简单来拄则简单来讲，其实上帝是不变，因为伊的反悔，咱若去希伯来文来看，伊毋是后悔伊本身，伊是对伫人的即个无顺照上帝的意思，佮毁约的艰苦心，是即个意思啦。因为伊互人的自由意志是安尼，所以简单我安尼简单来做一个
解说甲回应是安尼啦吼。啊，当然即若要来探讨，即个神学的中间，还佫有足侪通探讨。啊，即个今仔日会佫加即个30分钟，实在是有一个原因，因为王牧师甲咱的小团队伊真好意，伊讲拄啊今日青年主日，信息敢若会当20分钟久，安尼会感觉较可惜。既然我对花莲来回10点钟的火车，10点钟，10点钟火车来，只有敢若20分钟的讲道，较无彩，所以咱佫留即个30分来甲咱做伙分享啦吼。我著用即个题目，我想互咱一个思考吼，互咱一个来想咱生命甲上帝的关系，我是安尼吼。因为我定定拢会讲即个生命的代志，人甲上帝的代志，甲即个人的寿命一直延长的代志，实在是有几个因素啦。因为我做牧师已经33档，我主持至少有300场的葬式，300场吼。啥物款的方式过身，差不多拢有经验着。啉农药的啦，跳水的啦，吊豆的啦，烧炭的啦，跳楼的，拢有自杀的吼。迄个自杀的，过来就是破病差不多啥物款癌我拢有当着呢。血癌的啦，骨癌的啦，脑癌的啦，腰鞘癌的，足侪我拢有当着。过来就是迄个意外，有无？咱知影足侪代志是意外嘛，有无？那你意内咱袂去，咱会想，意外就出去，可能交通事故，也是讲飞机失事，我嘛捌主持过飞机失事的。因囝到尾去做飞行员，嘛我甲证婚吼。所以我有主持过至少300场的葬式。自这中间我常常拢去思考生命的这个问题。我有甲会友吼，就今仔日还佫甲伊讲话哦，伊嘛有来礼拜哦，佫总欢喜哦，我明仔载过身去啊，啉农药因为伊土地卖去了后，拢起价这个代志吼。佫来，我伫医学院教册，医学院高雄医学院，虽然我即摆伫花莲，有但是我一个月爱转去一逝。我有做几个工作啦，一个就是心脏 IRB， 咱医生就知影 IRB 叫做人体试验，这人体实验就是医生有医疗方式，可能有医疗器材，有新的医药，这个要用，要放伫人的身上要用，毋是讲医生讲化学来甲饲就甲饲，袂当安尼做，迄是违法。一定爱有研究，计划写甲足清楚，然后药厂是毋是甲你赞助，佫有保险，所以这个委员会一定要有律师，一定要有牧师，一定要有医生，佫有受试者，佫有病理科的。佫有相关的遐个人做组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了，这个医生才会当饲。所以我咧做这个工作，甲医学伦理就是换肝换肾。要换肝换肾，毋是讲我你药剂无好，我换一个互你，安尼就解决，毋是遐尔简单啦。足侪人去大陆换吼，会拢会失败，就是比如讲，我要换肾，互这个兄弟，比如讲，也是讲这个兄弟要换肾互我。迄我一手上呢，社工一定爱先去家庭访问，甚至爱因的背景拢爱做了解。我要换肾互你，是毋是有交易？是毋是交易？就是有钱，有无？利益输送，过来是毋是我受着压力？你若毋换花，我要甲你 fire， 我无爱请你来做我的员工，有无？即爱思考。过来，我甲你换除了遮个以外，过来就是讲，我换肾互你。是毋是我有啥物讲袂出的土气？这拢爱去调查较足清楚呢。安尼了后 OK， 毋是安尼就好啊。过来就是伊的肾，伊爱去做比对，因为人2粒药剂嘛，药剂一定有1粒，即个2粒绝对无可能100%，就是伊的健康的程度100%拢共款。讲这粒也90%，这粒也90%，无一定有1粒较好，一粒较歹，有无？这是若有2项，绝对有伊的比对咧到底，绝对有伊的差异嘛。了后就要去比对迄个差异。伊若要换药剂花，我要换这袂当用好的，互伊一定要用迄个较歹。但是迄个较歹的吼，毋是讲袂用一个歹，就是2项迄个功能吼，比较比迄个功能较差小块，互人。无你好的互伊了，你迄粒歹去，你就有哪去啊？你一定爱去讲这，个病理科拢爱落讨论。病理科讨论了后，过来要开刀的这外科医生，拢会诊了，咱送来这个委员会来讨论，来投票。投票通过了，当会当做呢？咱知影，我就是做这工作啦。所以我自己甲拢爱面对生死，面对这个医学的代志。即摆医学足进步，所以咱的生命寿命加10岁到15岁呢，
有无？特别伫差不多20世纪末了，咱的寿命，咱的寿命加10岁到15岁。摩西有咧讲人永壮70，人人生70永壮到80嘛。这是一般得20世纪，差不多第4世纪来左右，这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平均寿命的数字。即马到21世纪吼，是现在会死啊，嘛会当因为医学器材，比如讲叶克膜有无？甲你斗咧，互你搁伫遐外体循环，毋免伫体内外体循环，你就会当搁活。迄时代无搁有一个活足久嘛，后来活甲等甲会当活即个器官。总活了成功，伊阁继续活落去，有无？吼，所以即摆医学也发达，医疗器材也发达，人的寿命会当加10至15，甚至到20年。所以摩西若阁活伫这时代，伊绝对安尼讲，人一生的年纪是80，若永壮有可能到100，有无？是安尼，有无？这是靠着这的医学啦，好无？靠着这医疗，有无？等等，靠着上帝恩典，互人有智慧嘛，哦，这是安尼吼。所以我今日毋但要来讲即个享有加上有，因为30分尔定吼。我头有讲过啊，咱一生的年纪70永壮到80，总是其中所夸口，不过是劳苦忧愁，伊经过，阮就飞去。这咱拢作俗嘛，这咱拢作俗。毋过摩西若活伫这个时代，伊可能会讲80永壮到100，有可能是安尼嘛。我头会安尼做即个说明吼，互咱了解吼。好，即摆过来吼，咱虽然是人生真短。毋过上帝互咱2项代志足公平，足公平。一个就是逐个人拢24点钟尔，过来逐个人拢会死，有无？吼，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咱遮敢有人想过袂死的？想讲我毋捌想过死的问题，敢有？我咧医学院上课，我拢问医学院1年的学生，我问讲恁3个问题啦。第一个，你敢捌想过你会死？因为我一定爱甲伊问嘛。医生，你有当时你无法度人医较好啊，就爱医师。你敢捌想过这？我拢会问个19岁哦。话较侪岁啊，大学毕业来的话是学士或医学，迄种较侪岁，伊就会去想。19岁囡仔吼，足侪伊讲毋捌想这呢。伊19岁当勇啊，坐落就食，有无？倒落就困，有无？去便所久落就放，对毋对？迄老人70、80岁，毋是坐落就食，倒落就困，久落就放呢。有人是拼甲咧呢，所以食会落、困会落吼，放会出来，这是福气，你敢知？19岁囡仔，这少年家哦，你敢问伊袂去体会啦？我即摆我就当体会啊，因为我已经60岁啊，我已经60岁，半暝爱去来便所1摆呢，甚至2摆呢，因为射护腺肥大，咱敢知影？你晚上没有喝水，敢就爱暗时起放尿，敢爱？我一困到天光嘛，对无？伊无法度通去体会老人吼，囡仔放尿较粗鲁的啦吼，旋过溪老人放尿滴着鞋，有无？咱捌听过这无？有无？哇！所以这是无共，所以迄个19岁少年囡仔，我问讲你捌想过会死无？足少人会去想。遐退伍转来学士或医学，还是去社会溜一寸，30几岁等来读医学院的，就较会去想。个人就是讲，因兜已经有人有死失过，就是讲伊细汉甲大汉，因有可能阿公阿嬷因兜有人有死失，因朋友有人死失，伊就会去想，无袂去想，有无？所以我咧讲哦，上帝互人上公平2项，逐个人拢24点钟尔。过来，逐个人拢会死，有无？这是上公平的嘛，有无？我捌主持咧总小大官、小官，偌水的小姐我拢捌主持过。我捌咧怨叹，我细汉的时怨叹我遗传着阮阿嬷，阮阿嬷瘦个薄板个细汉，我若讲足落，伊较粗勇，我都无遗传我若讲，我捌怨叹讲奇怪啦，我还无爱较粗勇的，185公分，差不多像即款的感觉无较好，有无？高富帅，有无？我都无咧，都无即个福分呢。这毋是福分啦，是上帝特别互你的旨意啦。即个叫做绝对的关系，因为人伫世间有2款绝对的关系，甲相对的关系。比如讲，我要做阮老爸囝，毋是我会当选择的啊。若我会当选择，我要做啥个囝？我要做郭台铭的后生呢？我家有够好起，对毋对？若徛伫物质上的标准，我会安尼想，对无？会安尼想嘛？若我会当选择的，我嘛无一定要做阮老母的囝呢。我可能要来做林志玲因囝，我也是讲做林志玲因查某囝，我会遗传着伊足好的基因。即你毋是会当选择的，叫做绝对的关系啦，有无？这是上帝互你的旨意。但是佫一项就是讲相对的关系，就是你会当选择的，我会当选择我要甲伊结婚，有无？我嘛会当选择讲我要去遮上班，
甚至我嘛会当选择讲我要穿啥物衫，你会当选择的。哦，啊，你会当甲你的朋友做伙，这你会当选择，这是上帝的关系，有无？所以人足奇妙，人活伫世间，这个绝对的关系是上帝所予你。啊，人往往拢会去怨叹这个，但是伊拢无去思考讲，上帝伊要通过这个上帝的关系去完成伊对你亲像绝对的关系迄个旨意。哦，所以我慢慢较侪好，我来通去想这，所以我想我会写遮尔一册。我到今年都写30几本这册啊，30几本，有新学的，有一般的，也有医学的，等等吼。医学的较毋是专业的，咱这医生伫遮，我毋是专业，我拢写生命伦理、生命伦理吼，这部分的册吼。啊，过来就写一寡论文，有200-300篇等等吼。所以我逐工拢咧写遮物件啦吼。所以我来今日用这个题目来甲恁想，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啦吼。啊，咱活伫世间虽然几十番数呐，定几十番数吼。几十番数，但是咱拢会看甲福禄、财主、寿甲命利权，看作是人生终极的关怀。梦寐以求，梦寐以求意思是讲做梦嘛在想啦，有无？这事嘛咧想，行啊想，无行啊想。顶几日，即个啥物威力财啊，啥物大乐透，我毋捌买过迄啦。啊，拄啊十几亿，拄啊几亿，9亿外10亿，吼，有无？拢无人得啊，足侪期啊！我迄摆有小可一个动机，我有想要去买。是安怎呢？因为我玉山新人医服务，我若发觉讲玉山新人医即马欠人1亿，欠人1亿，啊，搁来就是咧讲，伊逐个月拢爱去还银行的本金甲利息，爱50几万。哦，我看新人医歹，这歹到有够重的啦。啊，我吼可能信心无够嘛，牧师嘛是人呢，有啊？会迄情景处境会改变你的想法甲做法呢？会无？哦，我都有讲过嘛。我就安尼想，我若来买吼，上帝你若互我得，毋免9亿啦，3亿就好，啊，我就摕1亿来还。啊，搁台南新人伊即摆嘛欠1亿外，伊咧建筑，毋过台南新人伊我较乐观，安尼行咧，敢袂无代志。毋过我家己咧想，我若真正去着3亿，我敢讲，我敢摕去还，有无？吼，即个情形，互咱去思考啦吼。所以，这个物件，我嘛拢会去求，嘛拢要去想。毋过，若毋是上帝要互你的吼，你用人的方式去，这毋是祝福啦。所以，若讲有好夜困袂去，有无？好夜无带来轻松，这毋是祝福啦，有无？有无？这咱圣经拢有写嘛，有无？咱拢知影吼，身躯若足侪金银财宝，你若挂一骹旋石手指，你若出去吼，这手怎啊变中风，怎啊袂叮当？你敢若顾迄骹手指若定，你敢知影？真正是安尼呢？你若出去挂迄骹旋石手指，怎啊做袂 easy， 有无？这个代表无祝福，有无？咱知影这个意思吼。我捌一个台北某一个朋友足好业，伊甲中山北路迄厝吼，毋知几十间，好啊，佮大楼佮有新的哦。啊，一摆我甲伊做伙讲话时，因一个朋友就甲开玩笑，伊无做中级啦。讲伊哦，某人哦，伊拢毋敢坐飞机啦，伊一世人拢无爱坐飞机，也无爱出国啦。我讲当时安怎，惊死啊！财产遐济，惊死啊，有啊。啊，像咱这也无啥物先头的吼。死就死啊！他有啥物烦恼？伊烦恼足济，因中山北路至少30间厝，30间厝呢。啊，我一摆，我咧甲伊分享的是，伊小可有感动，伊要奉献，安尼啦。我讲你老要互送，安尼啦吼。这拢是好，这毋是毋好。我咧讲这个物件追求，这毋是毋好，是好，乃当应神益人，这是足好的代志啊。他有啥物毋好？他有啥物毋好？这是真好的代志啊，对无？吼，高富帅啦，还是你有这个名利权啦？福禄财主寿，这拢好代志呢，这好代志呢。我昨昏来，我看到王牧师迄个孙啊，有够古锥，有够缘投的啦。啊，我拢想讲，我的查某囝结婚4冬啊，吼，到即马拢还袂要生一个话做阿公吼。我都欣赏甲呢，我嘛会做欣赏，我要做阿公呢，会呢，我嘛是会啊，因为这是人生，有一个欲望，有一个目标，你毋但会当向前行嘛，对无？吼，好，即马咱过来吼。我简单3个，因为30分啊，定我著照时吼，我拢照时间，因为我咧教册教久吼，我著爱照时间吼。这2个咱拢捌，一个古道尔，这个是澳洲的生物学家，这个全世界出名的，这个哦，伊英国人，因老爸甲号这个名号了有够好，叫做逐项拢好，Good 有无？啊，咱甲翻译做古道尔有无？吼，伊旧年104岁。伊讲伊活甲足痛苦，吼，伊吼，迄个坐咧吼，煞困去，啊倒落困袂去，有无？啊，见讲过去，因为伊老啊，
行动足无方便，伊讲活了足无尊严，伊无爱想，伊无想要活，伊要死。这是古道儿呢，咱拢知影嘛。旧年了后，伊就甲傅达人共迄个时阵，伊去到即个瑞士去找求迄个陪伴死，伊迄毋是安乐死啦。迄个你若读英文，迄是陪伴死。安乐死是安尼啦吼，医生摕药互你食，也是甲你注射，互你死，伊叫做安乐死。这一定爱评估哦，一定要有合法的哦。就即马咱台湾有一个叫做医疗缓和安宁条例，有无？就是讲，我会当先伫我的信用卡签，我若着癌不可抗力啊，着医袂好啊，差不多迄条件拢符合啊，就毋莫阁救啊。有即个医疗缓和条例，嘛袂当甲你插讲，嘛毋免阁甲你舞这舞迄啊啦，我有签啦。因为我伫医学院，我家己吼，我即马是毋是惊死呢？我是惊袂死、歹死、艰苦死、死袂去，想要死阁袂死。这但是侥幸有无？咱侥幸听有啦吼。人上痛苦的是想要死，阁袂死，阁死袂去，阁无法度死，阁想要死，阁真正无法度死，迄但是侥幸。我家己主持壮士，阁60岁啊，我足惊迄个物件，倒大遐吼，袂顶袂动，意识足清楚，足艰苦呢，足艰苦。然后插讲嘛足艰苦呢，伊是见着咧艰苦啊，何况插一支讲，阁无甲你麻醉，你阁拢知影人，迄艰苦嘛死，有无？我上惊是这尔，吼。古道儿伊敢若行动无方便，伊就想要死啊。有无？伊就无想要活，伊名利权财主受，逐项拢总有哦，逐项拢总有哦。伊仲要去瑞士做陪伴死，有无？迄毋是安乐死啦，迄叫做陪伴死啦。因为医生摕药互你，你要食毋食，迄你家己决定，有无？安乐死是医生甲你注射，经过迄个法律甲医学的即个程序拢符合啊，你就这叫做安乐死。但是伊这毋是叫做陪伴死，甲富达人是共款陪伴死吼。即摆过来，即摆过一个巴菲特吼，我会记得几年前，巴菲特吼19年出的，19年出，伊即摆89岁啊，伊89岁啊。伊86岁时，美国的彭博电视台有甲访问，伊86岁啊，伊足好野哦，伊无爱死。伊安怎讲呢？吼，本来有影片啦，我惊时间无够，无人看这影片。咱甲彭博电视台甲访问的时，你感觉迄个巴菲特伊安怎应？伊是世界上好野的呢，第3好野。比郭台铭较好野，伊是股票大王嘛，有无吼？伊讲吼，钱一点仔拢无路用，时间哪有路用啦？对伊来讲，时间哪有路用啦？安尼吼，伊若安尼的是，伊若伫网络，也是讲电视台安尼甲伊访问，毋知咱会想要甲安怎甲回应无？咱会想要甲回应无？即摆有足侪网络达人，人若讲啥就蹛下底骂有无？足侪食饱相用的，足侪迄啦吼，足侪迄网军迄足侪啦吼。过来了后，伊阁有讲哦。伊阁讲即句哦，伊讲即句了后吼，偌济美国人吼，像讲较粗鲁的背话，像甲回应足济。伊讲吼，钱对足济人拢路用，会当买游艇环游世界，买足济房地产。但是即方面对我一点仔拢无用，拢无路用，时间哪有路用啦？咱若看到这时吼，若我假使当时我有看到，随甲回应我，你若感觉无路用，你摕来我用。你若感觉无路用，你摕来奉献有玉山是人用，对无？咱会安尼讲嘛吼，安尼即摆过来甲看吼，伊安怎讲？这拢伊讲的哦，吼，伊讲的迄毋是我编的啦吼，有影片啦，有影片吼。伊讲吼，我足想要做的代志吼，拢做了啊啦。目前我上毋望的就是活历史上上介久的人啦，因为伊足好野，有无？你拢无想到双脚贴济财产别人的，伊无想到这，有无？总是电视咧甲访问的时，伊真正是安尼回答，因为有影片啊，迄是证据啊，吼。看到这时，美国人安怎个回应？你敢知影？这美国人回应的，毋是我回应的啦，吼。伊讲时间会当买创造财富，但是财富买袂当个时间，金山嘛无法度买到太阳无落山啦，吼。放心啦，你阮会死啦，安尼啦，安尼啦。有人讲哦，你讲钱有路用，时间无路用，无安尼啦。我还少年，我25岁尔，我20档啊，互你用，你摕2亿美金来互我用啦，安尼啦，有无？美国人足侪安尼甲回应吼，讲有钱的人拢讲钱无重要，无钱的时拢讲钱足重要，有无？所以处境、情景、环境、心情会影响你的决定，对无？敢是安尼？会吼。所以我家己证婚吼，换头200几对，33档的牧师的生涯。
因为我伫德行教会牧会，德行教会足大个教会，德行教会千几个会籍伫遐，差不多700-800个礼拜。我证婚200几个吼，14对，到即马14对离婚啦。我所知影的啦，当然迄我毋知影，我毋知，我所知影的，我统计会到14个啦，14个。要结婚的时候，我讲你想要甲伊结婚，我拢问即个，因为牧师爱协谈嘛。伊拢讲好，伊偌好偌好啊，要离婚，拢无人敢走来找我。拄好有一摆有一对，无共时间来找我，我就讲你想要离婚？伊讲伊就安怎啦。我讲你结婚的时，敢毋是讲伊偌好？即摆通讲安怎？处境有无？心境甲环境会改变你的想法，对吧？所以对遮会当来思考即个代志啦，好。其实人伫世间实在是足短，实在是足短啦，我用即个来做即个例啦，因为30分钟尔，我都爱照时啦，我3年前拄有机会去即个剑桥大学去做即个访问学者，其实会当去遐，其实是我嘛足意外啦。就是30年前我去英国读册，我毋是读剑桥，我无遐厉害迄个了我就毋捌阁去，后来我就去美国读册。了，转来台湾就新人院伫大学教册，佮牧会安尼我即个差不多5年前，我去接台南新人院的董事长拄啊剑桥一个学院的院长拄啊来台湾演讲，拄啊来台湾演讲的时我就爱接待因迄礼貌上嘛我就用我有限的英文就甲伊沟通，沟通甲足欢喜。院长就甲伊介绍啦，伊讲即个。某人伊写足侪册，伫台湾写足侪论文，甲伫报纸拢定写文章。伊咧介绍我安尼啦。即个院长听到一个讲，伊种好奇啦。你写这册，你到底是写啥？我就甲介绍，甲讲我大概写啥。你论文写啥？我就甲讲。你报纸拢写啥？我就甲讲。伊讲安尼袂歹呢。安尼你若有机会来剑桥来做阮的 visiting scholar 安尼好无？我讲我英文有限啦。伊讲无要紧，你来。你讲阮听，阮讲的你听，安尼就好啊。咱来毋是要发表文章，咱来是要学术、性命甲遮信仰的交流。因为剑桥大学是基督教的大学嘛所以我就好胆，我就去啦。我就好胆去遮我所知影英文，我全部拢伫遐真讲安尼就对啊啦。有当时我讲因听无，因佫甲问我解释，我了解，安尼就好啊。做访问学者甲去咧读学位是无共款，较轻松。迄读学位是足辛苦的我伫遐读过，我知影即摆我伫遐时就逐个学院，有当时拢爱去做学术的交流图书馆，我就爱去看嘛，因为遐几10个学院我是住伫卫斯敏斯特学院，即卫斯敏斯特学院就是伫国王学院、皇后学院、King's College 还是圣约翰啥物啦，伊拢总做伙伫迄中心就对。我定定经过即个国王学院过的时拢会定看到即个钟。即个钟我都伫遐喊安尼佫会迄个有当时会当安尼听，我就感觉遐无啥就钟。但是我感觉奇怪，有当时就足侪旅行团来到遐拢会介绍，讲奇怪，这有啥物特别安尼啦有一天都有一团中国的3年前尔嘛，就来我想讲中文我就听了足清楚，我就去听了我这个钟遮有意思安尼啦。我了后听了后，我从转去做研究，甲剑桥学生嘛讨论。这是圣体学院，国王学院对面就是圣体学院，圣体英文叫做 Christian College 就是圣体学院。研究了我才知影，这偌有意思，咱敢知影这偌有意思呢这叫做圣体宗所以圣体学院叫圣体宗是这个人奉献的，这个穿白西装的这个叫做约翰泰勒，叫做 John Taylor 啥物时阵奉献的？2008年。这个钟这口钟偌济钱？你敢知？100万英镑，当时是1比70，7000万台票。这个是用金的落去塑的有机械家，有雕塑家，有遮个艺术家，拢做伙咧做7000万。因为伊是即间行业院士，所以伊就是想讲我着爱送一个有纪念。意思佫有即个特别有甲生命有意义的，我爱送互即个伊的母校。伊是读机械的啦，伊有发明150项的即个专利呢，150项。我讲其中一项就好咱台湾无汽车，无有迄恒温空调，迄个自动控制系统就是伊发明的啦，就是伊
伊的公司，伊足好野的安尼啦吼。伊即个咧节目迄天开幕迄天，2008年，伊请对一个人来节目呢，请即个叫做史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 伊是渐冻人，伊拢袂顶袂动啊，干那头脑足清楚，拢袂顶动。其实伊无法度通甲节目是塞伊来做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尔啦。想要叫伊来，就是伊捌写过一本册叫做《时间的简述》这本册。这本册有翻译做40几个语言，伫全世界发行几千万本。所以伊对即个时间，伊写一本册，即John Taylor真感动，所以那请伊来遐来节目，来伫遐做一个会干安尼啦。即个John Taylor。伊到底对我毋知，但是这Stephen Hawking啥物行医，拄到我的行医的隔壁尔啦。但是我拢捌看到伊，伊迄阵身体就无好啊，旧年过身啊。咱毋知影记个袂？霍金，有人讲伊是爱因斯坦第二，这咱都知影嘛吼。好，即马了后，我才知影讲，哇，这个John Taylor穿白西装，伊想安怎要用这个钟啦吼。这个钟伊足特别吼。头拄我讲到的是有讲到这个经节，这个钟的下底吼。咱有看这个钟，这个钟遐无钟摆，迄个下底遐是迄个花岗石，有刻这个用这个列丁文去刻这个圣经节。列丁文我看无啥有，我从甲抄迄个尾迄节抄起来了后，我从用电脑去甲搜寻，原来就是用这个圣经节啦。就是讲，这个世间甲伊情欲拢会过去，干到遮尔。下底迄个红的无，就是讲独遵行上帝旨意的，要永远伫地，无即节。足可惜，我从甲圣体学院建议讲，这爱加起，讲无啦，这是艺术品尔啦，安尼就好啊啦，安尼这要改啊，无法度改啊，安尼啦吼，这是安尼啦吼。了后吼，这个我研究了，就是知影，这口钟除了算体钟以外，佫叫做草莓仔钟。草莓仔钟叫做蚱蜢钟。这个蚱蜢吼，我看迄字英文吼，蚱蜢这敢毋是英文，这是对迄个列丁文遐从甲搬过来吼，蚱蜢钟吼，草莓仔钟。伊是2字希腊文加起来，一个叫做时间，一个叫做节，一个叫做 chronos， 一个叫做 fargo 吼。这咱毋免去捌这无要紧，迄读神学拢爱捌吼。这毋免去捌吼。伊这叫做时间的吞食者，叫做 time eater。原来我来看迄个钟吼，拢无时针，嘛无秒针，嘛无分针吼。伊是 LED 伫遐咧走尔定，你若无甲看，无真清楚，因为日时嘛吼。伊最主要迄一秒，就是你甲看伊迄草莓啊，有无？用迄草莓啊咧爬，迄个无一起有无？一秒就爬一个，一秒爬一个，一秒爬一个哦，一秒算爬一个，所以伊拢会安尼一直爬一直爬。我本来有影片啦，但是无够时间吼，一直爬，爬到59秒的时候。即个喙会开起来，好，只喙有够歹看，即只草莓也足歹看哦，足歹啊！喙会开起来哦，从我甲合起来，1分钟了啊，安尼吼。到59分59秒，伊嘛一直爬哦，一直爬，伊嘛喙开起来，交落搁迄个钟好无钟摆下底放一个观察，细细的观察，伊会从我喊一个，弄一个，叮咚，足大声哦，足大声，我就去听迄个声。后来我才知影。这个意思啦，就是讲吼，要互人看这个草莓啊，伫遐咧爬迄个钟，就是讲时间一秒一秒搁过去啊。特别互人看迄个钟，要剑桥大学7、800档啊，要互遐学生游客讲世间的日子真短，有无？这个就是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较早虽然问中间人有一句话，中间人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这就是铁学的意思，就是讲人出世就开始死亡在走状嘛，有无？比如讲，我拢甲上帝讲，我活75就好呢，因为圣经就讲70用状80，我免贪心，平均值除以2 75就好。我若有一工两倒困，怎啊定去，安尼好，再见，拜拜，安有够好，你敢知影？拢袂去攞着人。我捌主持着一个16年半的植物人死，好，迄厝内面的人，我足想要叫因放炮，你敢知影？迄过16档半，迄过甲足痛苦，过甲拢总，毋是无孝子，迄是过甲拢无法度，用拖的啦。死的时无人流目屎啦。我是做牧师，我想讲咱应该欢喜爱拍扑啊，但是我佫袂使去讲迄个，因为无啥下迄个气氛，吼，甲无啥下迄个感觉啦，吼，安尼吼。好，
啊，即、个 time eater，伊是安怎要用即个钟吼？我直接简单讲者，就是讲，伊少年的时，伊讲伊毋捌想过生命长短问题。70岁的时，第摆意识到伊剩的时间无偌济，但是佫足侪代志要做，佫足侪代志要做吼。啊，伊讲我想要利用一寡最后时做一寡啥，所以我想到我所尊敬的哈里森吼。即个哈里森我先解说一下，这是英国人吼。即个哈里森就是英国的钟表家。足出名的钟表家、钟表家啦，就是哈里森。啊，咱知影表啊，迄机械是毋是拢伫表啊内面，无伫外口？外口敢若看到分针、秒针、时针伫遐咧走尔，但是所有机械拢放伫内面。啊，哈里森吼，伊是一个足出名的一个钟表家。啊，伊个是发明迄个定位仪，有无？就是船啊，若伫大海啊停咧了后，伊会当用伊的机械去测。伊即马伫地球的啥物所在？即马是拢卫星导航啊啦！啊，200-300年前就是个哈里森，伊去发明迄，所以船啊出去就知伫倒，吼安尼。伊讲吼，伊甲所有的即个机械拢放伫内面，蚱蜢群众轮，因为即个哈里森就是用蚱蜢群众轮，就是用草莓啊，有啊？迄款的伦理伫遐咧射迄个钟嘛。伊讲啊，伊既然放伫内面，我著甲请出来外口，所以伊当调家用迄个草莓啊，伫遐咧爬。伫遐咧爬迄个起，有无？啊，搁喙伫遐咧合，啊1分钟到了就合，啊一点钟到就是搁讲一个钟，用咧观察，迄款的记号伫遐讲一个钟吼。哦，伊讲伊尊敬就是安尼吼。啊，所以我所做的甲草莓啊，对内面请出外口，互伊吞食每一分每一秒，伫经过人时间一个去就无倒转来，1分1秒拢伫接近死亡啦。哦，我看了。我逐摆若行过遐，我拢会蹛遐等1分钟。若有去59分59秒，我拢会蹛遐等。啊，等会通看伊用迄观察弄一声，叮咚，安尼我搁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啊，这是即个意思。啊，所以我迄天迄张相片是我牧师娘甲我翕的，我牧师娘甲我翕的。我讲你甲我翕一个，我通做一个证据，讲我有来，即个了解，互咱知影啦吼。好。所以世间的时机足短呢。我若看这少年家，我拢足欣赏的，有够好，吼！但是迄个行过啊。我捌伫大学教册，我甲迄大学生讲，我很羡慕你们吼，20岁年轻小伙子，太好了。学生安尼甲应，你敢知？老师你也年轻过啊，过去的时候不可能再回来啊，人生不可能有那2次，即马做老师足歹做呢，有无？较早我做学生拢用修理，叫囡仔讲到国中、高中，但袂讲，有无？即马伫大学教册，你袂使甲念呢，嘛袂使甲安怎呢？伊就随甲你翕起来。我做2班新妇啦，拢袂翻身，有无？无啊，即个时代就无共。我本来我今日是要讲新旧对话、新旧对话，因为青年嘛，但是无够时间，迄爱40分钟，那表达会了，所以我怎样用这，互咱一个思考安尼尔对吼。吼，所以咱伫世间日子真短，世间日子真短，真正。我若30年后搁伫咧，我来看恁就像我安尼啊啦，安尼啦吼，安尼，咱会当恁咧翕一个上来做比对安尼吼。好，伫世间日子足短。啊，这是我2008年写的一本册。我想要来写这本册，叫做《暂时甲永恒》啦吼。我想要来写这本册，实在是我伫教会牧会，我教会有一个工程顾问公司，一个头家，伊专门咧做德国的生意，伊专门咧做铁的部分，趁真侪钱。啊，伊伫高雄港、伫台北市拢有办公室，拢足水哦，拢足大哦。啊，伊高雄市吼有3个办公室，200几平，啊有分做3个单位。啊，伊拢定会请我去伊办公室坐咧，甲祈祷安尼啦。啊，伊到要退休的进前无偌久，伊就请我去家庭礼拜，啊伊员工拢来，吼啊家庭礼拜。这是公司的礼拜，啊礼拜煞，啊就坐伫伊的办公室，迄办公室足水哦，拢玻璃帷幕的哦，啊拢会当看到高雄港、高雄市有够水啦。啊坐咧了，我就甲伊讲，哦，某人，我真欣赏你，有遮尔济，逐项拢总有吼啊。名利权财主收拢有，啊！你搁趁钱趁有够啊！你要游山玩水，有够好啦！伊甲我讲即句话啦，伊甲我讲一项啦。牧师，这物件拢暂时的啦，上帝托我管的尔啦。我已经70岁啊，要退休啊。我若离开世间，这物件拢总登记互别人啦。即个意思是讲，双卡贴侪财产别人的啦，了解意思啦吼。我即马户头我的名。我若死了后，我一定爱除户嘛。啊，除户即个户头就袂使我名，我就爱登记啥物人。有可能我的查某囝，有可能我的牧师娘，有可能我若无囝，啊，搁无太太，有可能就登记互
顺位嘛，伊法律有伊的顺位嘛。啊，若拢无，就是冲讲去啊，有无？啊，所以了后吼，即个我哪写即句啦？即内面我写的啦吼，我写互咱做参考啦吼。任何看会到的有形物质拢暂时的，包括人类的肉体、生命、财富、权力、声望拢是。人无可能永远持有拥有者的寿命若结束，这一切过一段落，转移到别人名下，归别人所有，有无？所以我毋当写这本书叫做暂时 versus 永恒，安尼意思啦，了解意思吼。所以伫世间拢暂时，我拢一项吼，我后尾做倒来伫信用啦吼。我定来安尼想，我到底伫世间，干那即几十当通我会当留啥物伫世间？这是我咧想的啦。所以我一直不断写足侪文章，出版足侪册。我即马因为旧年开始，我发觉纸本的册毋通阁出版啦，应该爱放伫即个电子册。所以我即马怎转去伫电子册，我就无阁出纸本，因为纸本即马较无人咧看。恁即马敢有咧看纸本的册，还是拢咧看迄个手机？拢看手机吼？我咧看，咱的年龄拢看纸本，嘿啊，真看纸本。手机较无啦吼，对目睭较酸，系啊，所以我即摆就开始就较无搁用纸本。较早我的学术遐册我会做修订，搁做纸本，剩的我就即摆就较少啊，就是伫电子册。若袂会当去公报社的电子册，但去看爱钱啦，电子册安尼啦吼。这是我一个体会，所以我一直写。我会写的原因就是话是风，字是钟。这个意思就是讲。我若离开世间，我若死，我就袂当讲话啊。但是只要我写落来，这个字，无论伫电脑也好，无论伫册也好，这是抑阁会当继续替我讲话啦。所以我一直讲，我甲我信仰的体验，对生命的关系，对信仰的关系，我甲传承。这原因就是安尼啦，吼。好。但是安尼，该上自由到底是啥物啦？最后一个啦，吼，最后一点嘛，吼，足歹势。我咧想讲。互咱这少年人听这可能较袂遐感动吼，毋是啊，可能感触较无深啦吼，感受不会很深啊，敢袂足深？感受吼，这都甲我伫行医教这遐大学生要差不多迄个感觉，嘿啊。但是等若因过20档、30档都无共啊，感受愈来愈深吼，感受愈来愈深好。该上自由啦吼，我想是安尼啦吼。较早我咧读传道书，我读无呢。我少年的时像恁安尼读传道书，我读无，啥物拢虚空，啥物拢虚空。四大皆空啊，甲佛教拢共款，毋得讲迄个，逐项拢是空的。其实无，我即马较侪岁啊，搁做牧师，搁读神学，我完全有了解。我用这几个投影片，互咱知安尼就好。这是要进入结论啦，互咱来思考。所以我即马在想的，拢会想讲，我安怎甲上帝建立关系建立无好？莫讲我去到天堂啊，的门口啊，毋好入去，安尼就害啊。安尼无采我一世人咧传福音，拢讲的拢假安尼啦吼。所以我伫遮就是讲，无论咱伫世间偌短偌久，吼，拢无要紧。咱留啥物伫世间，这是上介好。当然，留咧见证这上好。总是了后死后的生命，迄有一本册叫做《Life After Life》，就是讲生命了后的生命，这个问题。所以我大家这要放入尾啊，吼，来互咱知影吼。传道书伊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就是要互人知影，罪恶甲死亡这两件事，会互人类活伫世界上的本质是有限的，佫是暂时的，佫是空虚的。传道书伊咧表达的是安尼，所以拢会说空虚的空虚。其实伊即个意思是安尼啦吼。伊即个传道书无做者空虚，其实伊咧提醒是即个意思吼。咱有机会佫转去吼。特别就是讲，若是干那看遐的短暂的现实，无将目标看伫永恒的事物。的人，佫较是安尼，即款的人会受到严重的挑战，佫会行入完全的空虚啦。传道书伊咧讲的是安尼啦，吼。但是要互袂空虚，伫空虚的中间无空虚，到底是啥物？就是讲，你若当借着正做上帝启示的媒介，借着显出上帝的善良、智慧甲公义的本性，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啦。我即摆看迄个选总统安尼面来面去，我感觉迄种空虚。迄若死，啥物人佫会记得伊？美国总统，我即摆敢若知影川普，佫较知影我伫美国读册时是迄个时阵咧选迄个啥，迄个克林顿。我伫遐读册时吼，迄芝加哥大学大家拢克林顿的相片，迄时阵克林顿咧选相片，咧选总统，有无？但克林顿的进前啥物人？可能布希、老布希、佫去雷根，啥有佫去，佫什么人袂记了，有无？袂记了。
你会记的，就是讲伊留落来啥物物件，遐物件啦定啦。所以我看到遐总统伫安尼命来去，我感觉真艰苦心。我做想要写一篇文章，但是我想算啊，莫啊啦，我较无爱去写政治的啊。社论我用社论咧写无要紧哦，我较早拢用我的名，我捌用我的名去写政治，安尼拢袂顶咧。所以我即马无爱去写迄，免顶麻烦啦。若写社论毋免出名的，我就会写啦。这是要安怎甲这个物件留落来，安尼这当有意义，安当是好。所以足侪古早时代的名言，遐个人所留落来遐物件，毋当有意义。吼，啊所做好所行，啊这当有意义啦。传道书伊咧讲是安尼啦，吼，所以最主要就是讲，人若日光下面要活得有意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归应上帝，用敬畏、顺服、信靠的态度，接受一切出自上帝安排。佮运用上帝所赐的贵力去享受现有的生活来应信益人，即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的来安排，这毋是双命论，就是讲我虽然上帝互我活伫台南的庄脚，啊，伫一个做事人的家庭，佮遗传着阮阿嬷迄款的，这是绝对的关系。啊，这是上帝伊对我安排，这不要紧。毋过我会当通过上帝互我的空间，我去选择，啊，然后我会当通过这去完成伊对我绝对的关系，我用上帝的关系去回应伊的听，啊，这当是去应信益人，这对传道书伊的本质，伊要紧要提醒咱的安尼啦。所以我伫遮吼，我看咱去传福音、做短宣，啊，佮做这个暑期营，吼，足好。啊，我看即摆这小朋友拢要坐涂骹吼，阮较早囡仔时代坐涂骹拢用骂呢，可能较早的环境无遮尔水啦。啊，阮教会吼，我伫德成教会牧会21年，我有教育牧师，有青年牧师，伊嘛拢互囡仔坐涂骹，几百个坐涂骹。我开始嘛拢有一个观念，啊，他要人坐涂骹。我甲讲，即个时代就是安尼啊，吼，所以坐涂骹嘛有囡仔足爱安尼啦。啊，当爱消毒哦，啊，清理哦，就拢有啦，安尼足好。我足钦佩遮个青年人，因对福音迄款的坚持，是甲恁感谢，啊嘛甲恁做一个 appreciate， 吼，真。其实我是出自心内 appreciation 的，真正是这个意思，所以真好，继续哈，继续哦，继续哦吼，继续。啊，我看到咱这青年人遮济，这是咱教会的未来，咱敢知影？我去英国，我著研究迄个英国教会衰微迄款的数据，我研究做，我写几啊万字的论文呢，有机会再甲咱分享啦。不过我看到咱教会，这50年后，遮拢伫世间，啊，佮伊的囡仔拢来，咱教会佮保持。啊无，咱长老教会，我的预言，过30年后，大概毋知几百间教会爱关，因为我去个产生人教册，啊，拢爱去对学生去，因实习我来去关心。我顶学期去过4间，无甲1间上20个礼拜，拢老人。我来甲看，过20档全关了，甲英国拢共款。啊，咱教会这是充满愿望，我看者足感动的呢。啊，佮拢讲台湾话，哇，有够好，有够好，实在是真好。我台湾话足好讲，华语袂晓讲，但即摆较好讲啊。我比一个这笑话啦，吼，啊了，咱就要结束吼。我讲古句吼，像诸葛亮细汉的时，我细汉的时啦，毋是诸葛亮。我讲古句吼，较早拢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啦。老书豪吼，你出饱了没有？我讲古句想要安尼讲吼，啊，过来，我要去飞机场看飞机，但是风很大，飞机没有飞，有无？我吼，较讲国语拢安尼讲啦。啊，后来我去大学教这些学生拢甲我笑，老师你讲那个什么国语？飞机没有飞，飞机是用飞的吗？安尼啦，那个把苍蝇飞掉才叫飞啊，飞机怎么飞安尼啦？我傻无啦。后来我哪知影？我研究出来，我哪知影？台湾话有6个母音 ，a i u a e o， 啊，这6个母音就是咱的重音。啊，重音，咱咧讲话时，这重音就会加重，所以加重的时就是啊哦，有啊，啊以为说啊哦要去出东西，啊出了这个东西不好出，有啊，啊这就是甲这个u啦啊啦拢重音，有吧？啊，过来咱台湾话无 f 的音，咱无嘴唇音呢，无 f， 咱哪有音 h， 啊所以咱甲 f 的音用 h 去取代，咱毋爱讲。哦，要去飞机场看那个飞机，那风太大，飞机没有飞，好，我就去喝咖啡，有无？哦，这正讲的台湾人咧讲国语，有无？啊，过来就是恁两讲
诸葛亮，也是讲阿辉伯啊，因想要讲国语，讲迄吼半台湾话啊，敢若半华语，搁半日本话，就是因都受到日本教育，所以因咧讲国语，从我小可有日本腔，搁有台湾腔，迄就是安尼来的，安尼知影吼。所以我即马国语会晓讲，嘛讲了较标准，啊，搁字，我用电脑，我用注音符号，我所有的册拢用注音符号来拍，就是我捌较早咧开始咧拍字吼，风很大，我就好雨汪风，奇怪，遐找无迄字风，拢风炸的风啦。后来我问阮祖囝，啊，遐找无迄个风，讲爸爸，啊，风炸风，好雨汪风，不是好雨汪风啦，风啊，知道风汪啊，甲疯子的疯字不是一样吗？对啊。啊，来，我就安尼，我就晓啊，安尼啦。所以我今晚讲国语，我要去飞机场看飞机，但是风太大，飞机没有飞，所以我就干脆去喝咖啡，安尼啦。啊，迄重音咱就用较低咧，安尼来，啊了解啊吼，了解啊。我今晚较标准啦，拢互教安尼啦，啊幽默一下安尼啦吼，好，这是安尼吼。过来吼，你看诗人伊嘛有讲哦，诗人这古早时代伊嘛有讲哦。你以外，伫天灵我有志趣；你以外，伫地灵我无所羡慕。我的肉体，我的心肠逍遥。总是上帝是我的心肝的开勒，也是我的基业，直到永远。所以我即摆咧想的，干来想讲，我要甲上帝结连，啊，永远我的活命。我即摆咧想的是安尼啦，哦，这是互咱来了解。啊，咱咧传福音，就是要互遐个囡仔来进入永远我的活命，这是足好一个代志。啊，这个赤子之心无变哦，哦，继续哦，吼，因为你的环境的处境。甚至所有你的心情会影响你的决定，啊，你甲想安尼吼，好，过来，哦，耶稣嘛有讲哦，这耶稣讲的啦，耶稣无五块饼两尾鱼，啊了后吼，嘛足侪人要来对，啊要来对的是耶稣就有一个感受，讲恁对我的吼，拢毋是看到即个两尾五块饼两尾鱼背后迄个亏力，拢干来看到表象啦，定，看到遐饼甲鱼啦，定，安尼无够野吼，啊所以吼要紧的就是人子是被上帝所印证的，因为毋是干看到遐个外表、外在啦、定啦，毋是即个意思啦，安尼啦吼。哦，咱知影吼。啊，其实即个保罗嘛有讲啊，保罗伊嘛到尾有一个回应啊，伊讲原来阮顾念的是所会看见的，所袂看见的吼，因为我所会看见的是暂时，所袂看见的，但是永远啦，这是安尼啦。所以我即摆到即个年啊，我咧想讲，我享有上有。啊了后，我即马咧想的是这啦，啊无我囡仔时代拢想讲，阮兜有电视，我就差不多上天堂啊，嘿啊，啊阮兜即马有2台电视呢，较早规装一台，即马阮兜就2台，啊拢有啊，安尼咧想的到底是啥物？即是安尼啦吼。好，我来做一个结论吼，做结论咱来结束吼，咱拢会死啦，我嘛会死，吼，啊我著讲过，我毋是惊死，我惊歹死，哦，我是惊死袂去，无法度死安尼啦吼，啊其实。若会当好死，这是好代志，这足好个代志呢。好死是好代志啊，好死是好代。我若讲，阮阿嬷拢做好死。你今日感冒，明仔载讲就死啊，肺炎。我若讲肺炎，过日随死。阮阿嬷嘛是发烧尔，过日随死。啊，我嘛毋知是安那，啊，就是好死就好啊。啊，阮阿公78，阮阿嬷90，啊，拢世间的责任拢完成啊。阮阿伯拄做牧师，拢毋免烦恼，也拢免伤心，咱来欢喜感谢上帝。其实阮三伯家己哭甲，因为阮三伯，阮阿公阿嬷上高甲栽培，咱互伊做牧师嘛，安尼吼。这是安尼，人拢会死吼，这无要紧，啊，人拢会死无要紧。但其实一项啊，世间甲伊的情欲拢会过去，独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但是永远伫地。这是减叫迄个种的下底，但是伊减下底迄句，啊，我咱甲完整甲补迄句落去，安尼啦吼。我想讲，我用这个来甲咱做分享，歹势我拄拄安尼加甲咱超过头10分钟。啊，毋过用安尼，我做一个即个短短的即个信息分享，甲咱做参考。啊，即个逐字稿，我会再讲的，甲我即摆讲的，我逐字拢有写。哦，咱若无去嫌，若有要爱，我会当提供。吼，我是讲到遮吼，多谢，特别12点啊吼，我咱都需要休困，啊，通去食饭吼。多谢吼，多谢。啊，咱交互小团队，交互咱张了吼。今仔这是欧博士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讲道学的老师，吼，所以我是对伊的身上我有真侪一个体验嘛，吼，啊，伊牧会经验嘛足侪吼，啊，伊昨有甲我分享，伊讲因以前教会是200外的吼，啊，即摆已经700-800个，啊，会员数已经1000外个吼，所以你就知影讲，
你看牧师第一届，我毋知你是第一届还是毋是吼？第一摆来咱遮吼，今仔青年主日，你看伊拢甲青年有真个足大诶互动吼。啊，你就知影讲吼，这老师就是老师吼，所以教学生教足济吼，所以足了解人性吼。啊，所以牧会中间吼，伫伊诶身上，我嘛足济真大诶感想吼。啊，我想要行即条路，其实是老师诶一篇讲章，伊伫阮中基讲，结果伊迄篇讲章真感动我。我连续三个牧者，所以是牧师是第一个，互我受感动，所以要行即条路其中一个吼。所以我要讲就是讲，咱有遮尔好诶牧者吼，伫咱中间，啊实在是足珍惜诶吼，我足珍惜诶吼。啊，毋茫讲后届会当有时间，因为即摆伊伫玉山新人院啊。伊诶时间检讨有较济，伊嘛较要济时间要留来写作。伊讲会当留互下一代的，就是我讲诶，我写诶话，我诶经验，我要传承。所以伊即摆真济时间，就是要传承吼。啊，我茫讲吼，咱后届若有时间检测咱诶教育组吼，咱诶刘医师啊、刘长老吼，会当有时间，咱来当后届会当邀请牧师来甲阮甲咱造就啦吼。无论是华语还是台语，咱拢是足需要一步一步安尼吼，甲上帝话哪来哪去掉，啊免啊活伫咱的人生中间吼，所以真欢喜啦吼。咱再一次鼓掌好不好？谢谢哈，谢谢，谢谢，也是谢谢老师了哈，是我的老师哈，所以真欢喜哈。好，啊，咱即个时阵做上尾的结束吼，咱同齐来祈祷。天父，我要感谢你，阮有好的牧者伫即个所在引带阮，今仔日即个时阵同齐伫遮做礼拜，伫遮分享即个专题，真正阮每一个人人生拢总有限，毋过阮要来伫有限的人生中间做有意义，是互你有欢喜，嘛是下伫上帝旨意的。阮知影，当阮遵行你的旨意来行的时阵，阮是每一个人拢有福气，无论是倒一种的福气。我相信，家己伫地就是上大的福气。即个时阵，阮要四散，阮望上帝你会祝福阮。下晡阮阁有中集会，阮望上帝你也互阮中集会开会拢真顺遂。阮为着安尼祈祷，嘛阮一个好牧者乌牧师伫阮中间，我嘛要为着伊伫伊的过来人生中间，伊要伫新人院伫迄个所在做教育工课。阮望上帝你会祝福帮助。或者学生伫牧养中面，拢会当受到好的造就。阮为着安尼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谢谢牧师，谢谢。期待下一次哦，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再看到他哈。好，亲戚人都走光，那就快点，叫，你看楼下还有没有人？这边。好，来，请青少契的青年们，我们一起到台前拍照。